来看有72栋历史的屏东美术馆，即嘛是因为建筑后搁旧啊，所以7月开始是大规模来整修。按算年底就会重新来启用，提供大家更较舒适的展览空间。最后补强的部分就是再把它加强加大这样子。馆长带记者看。条仔红门涂卡条爱加粗，修装饰因为漏水严重，涂骹囥过来的桶仔，外面的壁边嘛看会到水痕。这栋屏东美术馆已经有72年的历史，因为结构旧后，阁有漏水的问题，官方决定趁这摆整修做伙处理，让展览空间更较安全舒适。巡回展がカオシュン、そしてポンフでここピントン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。屏东美术馆伫今年5月展出内容美丽的特点了后，就暂时休馆。7月开始动工，进行内筋补强和内部修缮。屏东市公所表示，这摆整理经费超过1200万，大部分是中央补助，不足的部分由地方负担。不过施工单位把美术馆门口的钉仔直接卡掉，引起破坏质疑。强度的部分经过土木技师鉴定结果就是说，它其实是在堪用，但是呢有疑虑的。前面的那个我们的主要出口那个地方，是因为它因为年代久远之后有坍邦的状况，所以在这一次建筑师就一并把它做那个整修。屏东美术馆以早是屏东市公所的旧厅舍，民国42年开始启用。这摆官方请地动专家鉴定了后，发现内真无好，有安全疑虑，才决定暂停开放。市公所表示，原本按算伫11月底完工，不过受到雨季影响进度，目前会延到12月才重新对外开放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